各位兄弟平安。即摆开始今仔日的吟诗学道，可能天气较寒冷哦，即摆来的人较少，咱就大声甲歌唱出来哦。咱第一首哦，唱38首学道专灵的主上帝哦。咱唱第1节到第3节。 煞接咱来看180首专灵独一的王。这首吼和咱的上营有一煞共款，差不多拢共款，但是共款的歌颠倒咬唱唔对哦，所以要注意有一寡迄个调小可无共款吼。咱要是唱第1节到第3节。 最愿大家都
者，咱搁来看第三首196首，196首，无行歹人道路。咱先注意歌词吼，这个歌词第40个歌词吼，歹人，这安那念，敢知影？拍笑，拍对内底空的意思，内底空拍笑，一般啊，拍笑一般拢是虚假无实啊，拍笑虚假啊，大家注意一下哈。咱来唱第1节到第3节。第3节，所罪他行希望，上帝赐伊大好，可以笑就到天堂，点滴上帝的光。煞尾，咱来看上赢吼，390首。咱唱2节好，时间应该无够。来。咱注意一下，第1节，转来第1节的歌词吼。好，第1句吼，学到天父万福本源，权能极大，仁爱。以前咱旧的圣诗，咱是仁爱交存啊。即马新的这罗马字写追传，吼，咱甲改转来吼，仁爱追传。好，今仔日的吟诗学到到这。
请咱大家闭慢心来敬拜上帝。即时礼拜开始。我的心真正全部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悬台，我袂大摇动。上帝啊，伫你的殿内，我想念你的慈爱。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追求伊的指示。做伙来吟圣诗38首，圣诗38首，乌老全能的主上帝，请起立来吟。
请咱犹原徛伫三甲額頭來祈禱。萬物的主宰，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謝你，佇你的業力下，萬物甲世界照時轉世。佇舊曆年得要過時，阮閣一擺感謝上主你的恩典。當了阮過去的一年，佇各樣的挑戰中間，猶原有對你遐來的平安。佇迎接新年的臨到的時，願要懇求天父上帝，你的神繼續會帶領，互阮一直有虔誠的心，有正直的靈，通做你所歡喜的囝兒。徛佇你的面前，阮回頭看見阮生活的世界，有地動，有風颱，有受苦的人。希望阮合乎佇你創造的時，遐個你看最好，閣下佇萬物中的規律，總是也向着阮看着阮人類，因為阮的罪性甲自私，破壞你所創造美麗世界的路，也直到有閣較大的災難的發生。毋若安尼，因為人的貪戀甲野心所帶來國家的侵略、殘忍的戰爭，也造成濟濟無辜的百姓喪失家園，甚至性命。面對世界看起來互人不安的變化，看見人性命的死實甲無常，實在互阮心中感覺驚嚇。阮國家也需要主有對你遐來的扶持甲安慰。主啊，面對阮所徛起台灣這個土地，阮看見現今台灣社會價值的混亂，阮看見人內心的空虛甲軟弱，也無知自私最應該。我着講白賊的最正常，只要是為着家己的利益，最傷害國家人民，看吞塌欺負家己的厝邊最嚴重。佇團體中，做人的根本是非的準則，攏受到破壞到極。道德甲良心的敗壞，互阮實在真憂心。求主是着憐憫，也赦免阮人的過失，閣較互阮即個綴你行的信仰團體，我佇新的一年有反省，有明白真理的勇氣，願意做好先知的角色，對世界發出對你來的聲音，通帶人轉去到光明的道路。上時，阮嘛要向你來求禱，佇阮軟弱中，使阮信心有較佇你心意中合意的靈。佇阮的信仰團體中，有時有無相款的想法，有無相款的聲音的時，求主佇阮每一個人的心目，通回轉，轉去較用你的心意做阮的準繩。甘願注目佇你，用你的心做心，因為這款的合一，是阮這個團體通常常有願望，無底到實際，閣通行動行出去，有動力的源頭。主啊，總是當阮實際的時，懇求你會光照阮，互阮明白，你是迄位永遠在陪伴阮，甲阮做陣行同工的主。雖然同時的團體中，因為各人活佇無相款的處境甲挑戰，有時阮會佇試探中偏離你的道路。求你用你的話提醒阮，興起阮的同工扶持阮，也求你使阮有轉向純潔的心，用安尼來贏過一切試探，通行佇正直的道路。懇求主感動暫時離開你道路的人，幫助因佇日常生活中猶原袂記住過着純潔的生活。做決定的時，就記得用基督的款式來做準則，清楚家己是活佇上帝面前的人，因袂互人絆倒失志的行為，倒轉來聽候你的疼甲救贖的領導。求你保守阮做你門徒的心志，閣用疼來包容阮，互阮有氣力、有信心，繼續來服侍你，服侍兄弟姊妹。
阮也要为着阮的牧者来祈祷，求主赐福因伫服侍你的道路上，随时有对你遐来的疼、稳定甲装备，来行即条受苦、背十字架的路。求你，互阮教会的众会友有刻薄上帝真理的心，立意要行上帝你的道路。伫路途中，通彼此关心，互相扶持，帮助阮满有疼主、疼教会的心志，共同来起造，互人看见天国的这人教会。阮的祈祷无完全，阮只是也要学习主你所教示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愿的日子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日子，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咱掀开信息后面启应文53篇，启应文53篇，这篇是出自弥迦书第6章，咱做伙来启应。我着带着什么就近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上主敢会欢喜千千食公的羊，也是万万条溪的油。人啊，伊有指示你什么是好，要实行公义，心存慈爱，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煞者，咱来吟圣诗180首，圣诗180首，全能独一的上帝，请起立来吟。请坐。
做伙来祈祷。至尊的天父上帝，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用阳光尊贵，互阮做免流。因为这个身份，互阮会通直到你的面前来敬拜，好打伫你的殿院来求问。这是何等的福气，何等的光荣，阮感谢你。当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清去阮的心，圣洁阮的灵，会通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你，也恳求你将未败坏的美娘收赐阮，互阮的灵命日日永驻，通伫属灵的知识加添，搁较加添，来成就你所应允的福气。奉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做伙来共读圣经。今日的经文是记载伫以赛亚书22章15节到25节。以赛亚书22章15节到25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15节，至关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你去见宫廷在武总管谢宾纳，甲伊讲：你伫遮在创啥？啥人互你官兵伫遮为你家己拍坟墓？伫悬的岩石中做一个安息的所在。你看起来敢若真了不起，毋过上主要甲你掠起来，甲你捉归原，亲像球，迄去真远的所在。你会死伫遐，你掠做看口的战车，嘛会放伫遐。你会诚做你主人的家的见笑。我要摕你的职，拔你的威。伫迄阵，我要甲我的仆人迄个家的囝以利亚敬调来。我要将你的外袍互伊穿，将你的腰带互伊下，将你的权柄交互伊。伊要亲像老爸看过耶路撒冷的居民甲犹大人民。我要将代表王朝的锁匙放伫伊的肩胛头，伊开就无人会通关，伊关就无人会通开。我要甲伊安置伫稳固的地位，亲像乞仔顶金条。伊要诚做因老爸的家的荣耀，伊的家族对囝到孙的担头，亲像脚仔鞋仔，拢挂伫伊身上。上主万军的统帅讲：伫迄日，顶伫坚固所在的乞仔会灵气落去，伊背会重担会无去。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赐福听通伊的话，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下面咱要请圣歌队阿萨斯班来献诗，带咱来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是着大声来求伊的国。
即时请地方文牧师讲道，题目是歹管家甲好管家。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早起真感谢硕士班用大声着大声求伊的国这首真水的歌，引带咱敬拜上帝。这也甲咱顶礼拜甲即礼拜咧读的以赛亚第22章的主题是相一致的。咱会记得顶礼拜迄个伫国家危急的中间，遐领导者敢若咧看迄个军事武力有够无？围墙有修理好无？水源有够也通啉无？却无去看望上主，无先为伊的国甲伊的义来求。到顶礼拜的经文到最后，甚至用一种敢若宿命论的迄种语言伫遐讲，咱着来食来啉，因为明仔载要死啊！所以先知以赛亚第22章这段经文真强烈的警告到底你的生活的态度是安怎？今仔日呢，真特别，针对延续顶礼拜对耶路撒冷的这个领导者的批判，今仔日直接讲为实际历史的人人物这咱真少伫以赛亚的这个伊的作品内底看到这种的做法就直接讲起某某人今仔日特别针对伫宫廷内底两个财务总管，而且对因做出评论这两位总管拢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咱若去读《列王记》下卷的18章，是咱以赛亚佫读落去，读到36章、37章，咱就读到这两个人。头一个叫做舍伯那，第二个叫做以利亚敬。伫今日经文内底，舍伯那去互谴责，而且甲伊的官位要甲免除。然后以利亚敬受到懊恼，去互看做是真忠实，要带来祝福的这个官员。所以咱今日这个经文真特别，咧讲起徛伫迄个权力真悬的位的人，因怎样咧使用因的公共权力？因咧运用的时阵是有智慧的，还是无负责任的？今仔日用这个做对比，要提醒咱来看待伫这个公共事务顶头的运作。咱下面就来看今日的经文。第一段15节到19节是真典型的先知派使者去宣判审判的这个表达，有一个模式。一开始先讲万军的统帅派先知去宣布信息，然后接落去第16节就是控诉。伫遐一开始讲，你伫遮咧创啥？就是用一种真挑战的一种语言。最后17节到19节就是咧宣判，宣判到最后讲，上主要剔你的职，要拔你的位，要甲你换落来。财务总管和合本翻译做讲，掌管银库的家财，家财。这是耶路撒冷政府的高官，也是讲类似总理的位，只有比王较低。约瑟伫埃及的时阵，嘛捌担任类似的职务，伫遐有时阵甲叫做宰相。咱拄仔讲起这个舍伯那这位，伊甲后壁讲起的这个以利亚敬。两个人拢出现伫以赛亚36章到37章。当迄个西拿基立王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阵，
因两个拢是迄个谈判团的团员，因两个人甲另外一位3个人去互派去甲亚述的将军伫遐协商，不过伫后壁366章37章的时阵，摕到谢伯那，甲伊叫做是书记，是书记，伫遮是总管，但是学者拢认为应该指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第16节对伊提出一个足强烈的宣判，啥人互你官兵，伫遮为着你家己拍坟墓，伫悬的岩石中做一个安息的所在。咱毋知影到底谢伯那有犯什么款的罪？那甲顶礼拜经文结连做伙来讲，安尼伊做一个领导者，就是讲做一个对现实真无感的人，对上主的约嘛无趣味。咱拄仔讲起，伊敢若看到军事力量，看到墙有修理好无，看到水源有够无，无看上主。而且咧危机中间，伫遐讲咱来食来啉，因为明仔载就要死啊！敢若是一个安尼伫迄种危机中间，家己伫遐咧享乐即种的人，有可能这是伊的问题。但是今仔日经文足清楚讲到一点，就讲即个人真熬顾家己，服侍家己，要将家己的名声展出来，即个经文讲，伊用足侪精神，为着家己伫真悬的搬石的所在，起造水阁大的坟墓，人还袂死，家己先做一个真水的坟墓。换一个来讲，伊一定有用王家的经费来为着家己做即种高举家己的作为。后来考古学确实。伫耶路撒冷南边基伦山谷的所在，伫迄个山崖有挖到一块墓碑。墓碑虽然写了无完全，顶头讲这是做财务总管的某某人的墓安尼所以这个人确实捌犯这种滥用权力，还是贪心这种的罪所以最后17节到19节安尼宣判，上主要甲你抓起来，甲你捉归原，亲像球ฮ็去真远的所在。这个譬如很生动伫上主面前，谢伯那像一粒去用牵来牵去的球。这位原来应该服侍君王的这个高官，要变做主人的家。的见效，而且用见效伫讲起这个谢伯那，看下咱后壁读到以利亚敬，会讲伊要得到荣耀所以见效甲荣耀诚做一个对比而且讲，甲你迄去种远的所在，你也会死伫遐。你本来伫遐夸耀的战车，嘛会去用拍远伫遐所以遮敢若咧讲谢伯那。会死伫外地，要死伫外地远远的所在，安尼伊为家己起安尼水的梦，是要互啥用呢？这也是一个讽刺的话。为遮开始进入另外一段，讲起第二个人以利亚敬，真有意思。20节称伊做我的仆人，去互上主家己讲这是上主家己讲的话去互称作我的仆人，这是非常悬的尊荣通常上帝叫摩西、约书亚，还是大别王讲我的仆人有时阵嘛会称先知我的仆人所以伫遮即个以利亚敬去互举到真悬的位，甚至有学者讲。这甲后来以赛亚53章伫遐讲受苦的奴仆，迄个仆人是毋是会当结连然后21节讲，这个谢伯那
下外衫要互伊穿，腰带要互伊下，官兵要交互伊。哦，这拢是咧表达一个权力在替换的一个过程。哦，22、20节到23节，伫遐开始描写即位以利亚敬，伊安怎来执行伊的职务。哦，也要讲起要互伊的权威。哦，这通讲是咱今日这段经文要紧的主题。哦，啊，伫讲起讲，即个人历史人物，敢若一个历史人物，要扮演足要紧的职务，这段的描写，学者对这段经文有两派的解说。哦，这真有意思，两派看法真无共款。传统派认为讲，这确实就是咧讲一个历史人物。哦，就是迄位真负责任、做代志认真，啊要照顾耶路撒冷的人民的这位以利亚敬。哦，但是咱知影读到上尾25节，那像伫遐咧讲，这位以利亚敬最后嘛会沉沦，嘛会失败。哦，这是第一派的理论。哦，第二派较有意思，是较新的学者的看法。因为讲伫遮毋是咧讲一个历史的人物，是照用以利亚敬所要扮演的职务，要来描写一种理想状态下面的一个好的管家。哦，这位好的管家呢，可能带有迄种弥赛亚的角色，会当讲是一个理想的典范。哦，这种讲法其实有道理啊！吼，这种的解说其实有道理，因为咱看起内底所使用的语言，哦，一开始就讲伫迄日，咱知影是咧指向将来，吼，还未实现，吼。然后咱拄仔讲起20节讲我的仆人，这嘛是真弥赛亚式的表达，吼。到21节讲，伊要亲像老爸看顾耶路撒冷的子民，吼，亲像老爸。这也是非常弥赛亚的讲法。好，到22节，我要将大卫王朝的锁匙放伫伊的肩胛头。哦，大卫王家的锁匙要放伫伊的肩胛头。佮落去讲，伊开无人会当关，伊关无人会当开。哦，这是非常悬的权力，吼，非常悬的权力。到23节，讲我要将伊安置伫稳固的地位，亲像乞仔顶金条，伊也要成做伊老爸的家的荣耀。吼，而且乞仔顶仔吼，乞仔就是会当想象，就是咱去迄落露营的时阵，迄天道爱用迄顶仔甲顶的拖甲刀。安尼天道就会真稳固，啊！你军队内底军营嘛，拢爱用乞仔将个营房甲顾了真稳固，所以伫遮以赛亚用即个做例，讲以利亚敬这位领导者，伊要带互遮动乱的世界内底有安定，会当瓦靠的溃烂，所以伫遮用这真特别的描写这位新的人物。要带来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国度。到这，咱看见两个人物的对比，但是最后佫加24节甲25节。24节甲25节，学者认为讲这是后来编辑者佫加起去的。因为有可能以利亚敬后来确实嘛发生问题。24节安尼讲，伊的家族。对囝到孙的担头，亲像脚仔、鞋仔，拢挂伫伊的身上。伫遮乞仔的形象佫改变啊！拄仔咱讲迄个乞仔真稳固，真通瓦靠，是咧讲顶迄个天道、顶营房的迄个顶仔。伫遮变做无共款啦！伫遮讲的乞仔，即个顶仔是顶咧壁顶头的。然后要挂真侪物件，而且讲
骹啊、鞋啊，拢会当挂伫伊的顶头，安尼伊的囝、伊的孙、伊的家族，拢通倚靠伊安尼，倚靠伊，所以24节，咱若敢若读24节，那像是咧讲，即个以利亚敬真有能力，要承担规个家族的重担，但是咱若搁读落去25节，2节放做伙读的时阵，意思就足无共啊。25节安尼讲，定伫坚固所在的膝啊，会灵气，会力气。伊歹的重担会无去，那安尼即2节放做伙，就变做是咧讲以利亚敬伊的家族后来变做伊的问题，伊的家族可能会失错，还是犯罪，伊到伊迄重担担袂牢，规个位壁顶头灵气落落来，这是讲起以利亚敬到最后。可能嘛会去用免除伊的官职，这是一种解说。有少数的学者嘛真有意思，甲25节甲头前迄个咱咧讲迄个弥赛亚迄种的角色，甲结连做伙，甲做另外一种解说。伊讲伊咧派即个重担，会当讲将来敢若亚伟的罗卜。要承担世间人的罪恶，伊的担要成做世间人的一个救赎，结连到咱若结连到后壁以赛亚53章的时阵，咱会读着讲，伊承担咱的病痛，担当咱的苦难，伊受责罚，互上帝拍，受苦楚，为着咱的罪过受伤害，为着咱的罪过。受讲喙，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上鞭拍，咱得到医好。真有意思，咱今日最后这段，互咱有2个无共款的图像通思考。一个图像就是讲起以利亚敬是较好的一个领导者，好的管家。不过呢，人就是人，伊到最后嘛有可能会跋倒。但另外一个图像是照着以利亚敬讲起一个理想的弥赛亚的新的时代，伫迄个所在上帝带来和平公义要伫遐实现，这2种解说拢对咱来讲拢有意义，会当互咱来做伙思考今日这段经文对咱有甚物款的启发。我有提出2点，甲咱大家做伙来分享。因为今日真清楚，作者以赛亚直接咧讲起人2个人物，所以这个经文真自然的，互人开始去联想，讲这个经文对咱有甚物款的提醒？咱会去问，什么人是迄个自我高举、伫遐男权、贪心的这个小兵仔？伊去用点名，讲起要去用免职。上主要咧控诉伊的罪名，就是讲伊为着家己要起一个真大真水的梦园。换句话讲，伊滥用公共权力，佮用王家的经费。那就权力的托付这点来讲，这个谢炳啊是一个真歹的管家。所以因为安尼，伊去用免职。嘛，诚做主人的家的见效，经文用见效来讲起谢炳仔的下场，真特别。咱的长老教会开创者加尔文伫伊的以赛亚的设计书内底，直接点名伊家己迄个时代的一个主教 Thomas More， 加尔文讲，这个摩尔就是现代的谢炳仔。摩尔，咱若小可知影这位摩尔，就知影伊是一位哲学家，后来捌做过英国的宰相。因为反对英国的这个亨利八世要宗教改革，后来去用斩头，加尔文会点伊做谢炳仔，
真有可能甲 Thomas More 反对宗教改革有关系啦，吼。真有意思，古约学者 Brueggemann 伊反对加尔文的即个应用，吼。伊讲Thomas More 袂歹啊，虽然伊无支持宗教改革，但是伊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伊是一个真有原则的一个政治家，Brueggemann 颠倒指向另外一位主教Wolsey，伊讲即个Wolsey才是迄个时代的谢宾纳。Wolsey 即个人权足大的，但是足自我中心的，滥用权力，所以 Brueggemann 讲 Wolsey 才是谢宾纳。加尔文甲 Brueggemann 拢有咧点名，什么人是谢宾纳？咱嘛要来问咱今日即个时代，咱的处境内底，什么人是谢宾纳？咱可能逐个人拢会当来联想。即礼拜二，我伫咱七星中会西小区的妇女联合聚会演讲，咱教会妇女团契嘛有袂少姊妹有去参加。伫迄个所在，我提起旧约学者 James Muhlenberg 是一个毋是遐尼出名的学者，但是伊教出足侪伟大的学生，包括我拄仔介绍的 Brueggemann 嘛是伊的学生。咱的台湾出名的神学家宋传生嘛是伊的学生。这 Muhlenberg 有一个足趣味的观念，伊讲圣经的故事就是咱的故事，这两项爱交织做伙来读。伊真出名，捌讲过这段话。伊讲只有咱将亚当甲夏娃的故事、亚伯拉罕甲撒拉的故事、大卫甲拔示巴的故事，读做咱家己的故事，安尼咱才真正有读捌圣经啦。圣经是一本关于咱家己的册，关于咱每一个人拢会反叛上帝，为着性命挣扎，但最后得到上帝祝福的故事。所以鼓励咱读圣经的时阵，就要甲咱的处境结连，甲咱今仔生活的真实的现况来结连。那安尼，咱就会对上帝话有更较清楚的一种的连结。所以，若为这个角度来看的时阵，倒转去我头前的问题，安尼今仔日咱来读这段经文，伫咱这个时代，什么人是谢宾纳？我想今仔日南北两党内底真侪领导者，伫遐贪滥权，伫遐犯这个贪心的罪，可能拢会当成做候选人。咱会想起高虹安、柯文哲、应晓薇、沈庆京、傅春奇等等这些。当然，其他别个政党内底犯着这个贪心的弊案的，嘛是候选人。这就是这个时代，咱会当将经文来甲伊做连结的所在。但是讲到这，咱嘛要为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毋是干那咧看社会那定。咱嘛要倒转来看咱的教会、咱的机构，同款受交托，互咱有权力来管理、做管家。但是咱敢有真正认真的承担责任，诚做好的管家？这20年来，咱教会甲机构内底人事的纠纷、甲财务的弊案嘛袂少。这拢指向咱爱努力。诚做好管家一个要紧的责任，这我想是今仔日经文提起谢宾纳这个人，会当互咱来思考的所在。第二项，今仔日的经文在讲起咱要安怎看待伫今仔日这个现实中间的政治的现实啊。上帝敢有一个政治的理想，会当互咱来做对比？下半段，咱拄仔讲起经文，敢若咧讲以利亚敬，但嘛有可能是咧描写
期待中的迄个弥赛亚的国度。确实，讲起弥赛亚的国度，咱进前第9章第60节就有讲起，迄位未来的君王，伊必须是和平的人君，是永远的老爸，everlasting Father。今仔日经文讲起即个以利亚敬，嘛讲伊亲像老爸照顾耶路撒冷的子民。另外，讲起未来的弥赛亚的国度，撒母耳下卷里讲，上主要互即个君王带来永远建立的国，伊的王朝会一直继续。咱今日即个总管嘛去用宣布讲，伊要安置伫稳固的地位，亲像乞仔顶金条，要成做伊老爸的家的荣耀。这23节讲的。所以以利亚敬会当讲代表一个政治的理想，拄拄好甲迄个谢宾纳的现实成做对比。这通讲是以赛亚即个传统内底真要紧的一个王家政治的理想。这位理想中的以利亚敬有真大的权力，伊要成做乞仔，互即个行政会当规个拢集中起来，发挥功用。所以伫遮咱看见以赛亚确实是一个真伟大的思想家，伊咧讲起一个宫廷内底危机的事件，就是讲权力咧交替一个事件，对即个人要交到下一个人。伫讲起即个事件的时阵，伊进一步用即个提出一个真水的信仰的典范，就是旧的时代甲新的时代的对比。到咱搁落去读到以赛亚43章的时阵，会讲起过去的事、甲新的事、将来的事。过去的犹大国可能失败，但是将来上帝应允的犹大国要有新的气象。我想这就是以赛亚真有意思的讲旧甲新对比的这个神学。若讲以赛亚的用意是照咱怎讲的安尼今日这个信仰典范对咱有真要紧的启发。这个启发就是讲，虽然这个世间的政治运作是无完全的，咱嘛无相信讲有一个政党还是一个政权是完美的，因拢会出错，拢会出问题。但是咱心内若有上帝国的理想，上帝国迄种远景，咱就会当用上帝国的理想来监督所有世间的政治的运作，甲政权的运作。那亲像咱用以利亚敬做一个理想的管家来检查，亲像谢宾纳这种的歹的管家，这是咱基督徒面对政治应该有的态度，不时拢用上帝国的理想来检视现实的政治的运作。今日经文还有一个小小的点，会当互咱最后来做结论22章伫遐讲，迄段表达真水。我要将大笔王朝的锁匙放伫伊的肩胛头，伊开就无人会关，伊关就无人会开。读到即个锁匙的譬如，咱就想到马太16章19节，耶稣伫彼得告别讲，你就是基督时阵，耶稣甲伊讲，彼得，你就是石盘。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予你，你伫地上禁止的，伫天顶嘛禁止；你伫地上允准的，天顶嘛会允准。所以彼得那亲像以利亚敬，得到上耶稣对伊的授权，要予伊将来成做教会管理的一个代表。咱知影今仔日天主教的教宗嘛相信因就是彼得的继承人，所以彼得伫新约的时代，那亲像以利亚敬，去互人予伊一个真理想的管理者这种的权力。但是咱咧读
马太16章的时阵，毋通袂记咧，搁落去几站啊定。耶稣当耶稣伫遐讲，我要去耶路撒冷，我要用放伫人的手会死，会去用钉死，3天要告我。彼得马上来甲劝讲，袂使，袂使。哦，结果耶稣就甲骂啊，吼！耶稣讲，撒旦提去，你伫遮垫骹盘手，你无咧想上帝的代志，你咧想的是人的代志。所以彼得敢若变做以利亚敬得到授权，但是无偌久，马上佫拄着谢宾那的诱惑啊！哦，伊就差一点仔就佫跋倒啊！所以有权力的人爱注意，因为你不时就是伫谢宾那的见效，甲以利亚敬的荣耀中间伫遐挣扎。哦，最后24节到25节嘛提醒咱。以利亚敬嘛会跋倒，敢知因为伊家己的失措，敢知去互伊家族的人甲伊连累，但是跋倒的诱惑一直拢伫遮。要成做好的管家，就要不时自我检验提醒。咱伫教会内底、伫机构内底服务，当上主将所赐予咱的时阵，嘛是咧提醒咱努力做一个。负责任的好管家，通得到上帝的乐。这是咱今日经文对咱真好的提醒。希望咱继续通过以赛亚书来学习信仰的功课，也学习咱伫世间爱负起的各种的责任。咱三角额头来祈祷。阮念听人的上帝，阮今日通过先知以赛亚读到2位历史人物的故事。一个谢宾那变做歹管家，滥用权力，贪心，为了家己名声落寞。以利亚敬是好的管家，伊伫身躯顶展现弥赛亚国度应该有的理想，也互阮通过这个理想来得到劝勉甲自我的反省，知影权力。不时拢会诱惑人，希望阮若受主托付，不管伫社会、伫教会担任管家的责任的时，恳求你时时将你的话放伫阮心内，提醒阮诚做好的管家，善用你赏赐阮的权力来造福人，来荣耀主你的名。阮将今日所学习的信息。拢放伫阮的心内，求你带领保守阮逐人信仰的道路。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念信息，回应上帝的话。信息196首，196首，无惊歹人道路，请起立来念。
公布的时间，咱要为下面3项代志来祈祷。头一项是为着青少年，为今日为昨开始1月18到20的大学的考试。第二项为着18到25基督徒合一运动祈祷周，为着这来祈祷。第三，为着上帝国来代祷，并且来守护台湾自由人权。请大家额头来祈祷。这时，请苏县长陈慧玲执事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阮伫天地的爸，你是大权能的主，你要掌管所有你所创造的一切。阮同心为着这礼拜大学学测考试的学生来祈祷，恳求天父赏赐每一位你所疼的囡仔有智慧甲安稳的心，经历到你的恩典，互因知影因所倚靠的是主爱怜悯、搁赐福的上帝。阮用信心交托主，恳求主带领每一位阮所祈祷的学生，诚做你美好的旨意甲见证，因带因到你要赐福的学校，诚做你的荣耀。我要为着基督徒学业的同心来祈祷，感谢主的救恩、圣神的感动，呼召阮做你的门徒，献就阮谦卑认罪悔改的心来向主祈祷，恳求主。互所有的教会甲信徒，拢有共同的信仰甲使命，超出上帝的心意，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尽力保守圣神所赐合一的心，互正教会甲使徒、信徒，拢会使同心去做上帝国的美好良善甲公义和平。感谢上帝，诚做台湾的牧者。伫摇带无平安的时刻，你有愿收赐台湾有自由的环境，恳求圣神来做工，除去一切无合你心意的罪恶甲骄傲，互人的心悔改，认捌你的真理。因为全能的上主，你要保守看顾台湾，诚做万国万民的祝福。我若要充满信心来仰望上帝国的临到，感谢天父听阮有声无声的祈祷，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阿门。这时，咱来奉献。
请起立来吟奉献诗，做咱奉献的祈祷。请坐。这时我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通知事项。1月份的特约长老是叶焕文长老。头一项，今日是国内外宣教的奉献主日。请兄弟关心，并且为着团队的事工奉献甲代祷。第2项，教会有准备红包乐啊，对今日去伫个招待迄个所在，也是办公室，拢有提供咱教会用的红包乐欢迎大家来索取。嘛是伫个希望伫个正月29。就是新春感恩奉献的时阵，来用即个红包乐来使用。第3项，感谢上帝恩典，咱教会主流教室的改建，甲宣教中心的兴建，伫个2020年的迄个时阵来完工，并且伫个9月20迄天来献堂到即马，经过5年的时间。咱实在是真感谢上帝，因为咱所捐献，咱为着这建筑的奉献的金额，拢已经完成，嘛拢行完啦。感谢足侪兄弟为着这来代祷甲捐献，实在是真感谢愿上帝纪念大家的奉献。第4项，为今年开始，因为各自的关系，所以。咱的奉献地，咱的月定奉献地，甲奉献的规约，柜子遐顶头吼，咱的名中间拢会让一个吼，毋是我名叫做谢圈贤吼，就是迄个名拢无当中出现，因为这是各自的关系。若讲无讲介清楚的，袂要紧，你用个请问咱的中职吼，用个甲伊问互清楚。伫个遮嘛有一个呼吁，就是讲，咱伫个教会，若是你无即个奉献地，无偏好，还是你久长已经拢伫个教会来聚会，我嘛邀请你会当为着教会来做11奉献。第5项，2025年基督徒合一运动的基督周，是为1月18甲25，这是全世界一个运动。伫个教会定伫1月24拜5暗时，伫7点伫个咱教会要来举行。即个运动对1800年代就开始是全球历史上悠久的上久上会讲团的奉献的一个合一的运动，邀请各位兄弟来参加即个聚会。第6项。1月29新春庆社感恩礼拜，即个过年1月29拜3暗，拜3早起时要举行新春庆社感恩礼拜，时间是10点。迄天咱要台语甲华语要联合礼拜，所以请大家注意，即个时间是早起10点。办公室休困的时间是1月27到2月初1。第7项，这就是咱新春的
新春假期的礼拜时间，请咱大家爱注意，拢是伫个10点开始，拢是10点开始，所以你若想要提早来嘛是会用的啦。你伫个礼拜天咱会个静默祷告，就是礼拜是10点开始。第8项，守护台湾的祈祷会，是伫每礼拜5暗时7点，咱有一个守护台湾的祈祷会，邀请大家来参加。第9项，人权的电影全面监视，这是正月26，正月26礼拜4暗时6点半，嘛是伫个大礼拜堂来举行来放送。第10项是原来咱的主日小组为今年开始要改名叫做主日娱乐这个小组，这个小组长就为是李香姐甲郭慧姐来担任，是每一个礼拜早起11点开始，伫个主流教室2楼的小教室来聚会。团契消息、教界消息，酒受访的人员清单。甲上周出席甲奉献，请咱家己看。迄边嘛请陈牧师为咱做补充报告请安。咱今日有一对夫妇新来的来宾吼，洪瑞瑜甲江义娟。欢迎哈，欢迎！因本来是咧归正福音教会聚会吼，我嘛趁这机会介绍我美国转来好朋友，嘛是夫妇吼，刘义和长老甲余秀美长老吼。请咱兄弟彼此敬安吼。这回来吟上吟信息390首，390首，乌老天白，万通不完，请起立来吟，吟诗说，请陈永文牧师祝祷。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帮赞，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绿岛闭会，欢迎参加礼拜堂后面的地饼会。若有需要带倒的兄弟，请到我济南路边的雨伞卡，予牧师甲同工为你来祈祷。